到了温暖。是否想到有人正在受风寒？你是否常常问自己，有没有替别人着想，能为别人多加设想，心情会更坦然，将快乐与人同享。与你又何妨？人在世上就是要互相体谅。当你懂得了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，世界会更安详。让我们同来发扬人性的善良，好让人间到处都充满温暖。当你懂得了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，世界会更安详。让我们同来发扬人性的善良，